继续来看南部，已经真久无落雨了，真无简单，总算等到方面到位，水历史把握好时机。半暝3点，伫闸门水库的集水区来放这个雨盐剂，用人工来造雨。但是真可惜，大部分的雨水拢互大的土地输去了，所以这个水库也是无入水。 真无简单，等到水汽来呀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天也未光，闸门水库就开始实施人工增雨。等到天光，雨总算有落较济啊。目前其实它的降雨量累积到今天早上10点，大概它也有累积到6.2毫米的降雨量了啦。 粒种小块雨水量，不过大部分拢靠大土吸收，水库的水嘛是无变济，还阁继续加油。来。 同款来到石门、保利、明德水库，嘛伫咧半暝放人工雨，希望雨水量会当加下落来水库。那这些堰剂的释放，基本上对我们水库都有造成相关降雨的一些效果。那我们希望都能够把那个云层里面的水能够尽量留在水库里面。 水利署嘛讲，人工增雨作业团队会继续注意逐摆落雨的时间，再来看敢有适合来放人工雨，希望水库无水情形会当紧解决。